讓一個熟的講hello。星海成立大型蔬菜工作基地，由收割到運到香港嘅街市，只係需要72個鐘。8月更加同香港嘅水產業相關合作，加強農產品檢驗工作，能力提升。星海協助縣海拔2600米高嘅呢大片菜田，專門種植供應俾港澳市場嘅蔬果。你哋識唔識㗎？羽衣甘藍、羅馬生菜。少講究健康嘅香港人中意食。青海日照時間長，當地專家話海拔高，動作物少蟲害，唔使去殺蟲水。亦都有附近雪山無水灌溉，同產品嘅加熱表達罐。通 sour， gabut jiu啊實燒，不爸爸病，查啦你都查啦。